他就是演《西游记》的那个呀。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演猴子的人。我敢保证，他一定就是。不然我们打赌。打赌？嗯。怎么赌？不如我们就赌闹闹吧。如果我输的话呢，闹闹就借给你玩3天。这算哪门子赌注啊？那我赢了，还得帮你带3天孩子，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你不要口是心非了嘛！我看你那表情就知道你特别喜欢闹闹。这倒是被你说中了。那好，可是你赢了呢？哎，不如这样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闹闹给我们玩3天；如果你赢的话，我老公借你差遣3天。你就这么放心把老公交给我？我不会输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确认啊？不如我们去问。请问，小姐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请问你是演《西游记》的吴？对。那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个吧，公司有规定，他不能合影。在这种场合下不让合影的。哎，等一下。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这么对待我自己的革命啊！哎，你好，拿我的照吧。啊，稍等。留个电话吧。嗯，宇轩，今天我给你赢了一个儿子回来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呢，从今天开始的3天起，闹闹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和爱宝打赌啊，他输了就得愿赌服输了。对啊，闹闹接下来也要去你们家玩3天了。听见了没？你开不开心？你们在哪儿啊？我把手头事情做完了，我马上过来接你。